头前咱同心要做敬拜上帝，咱先做一个默祷，就要来开始。各位兄弟姊妹，诗篇95篇6节到7节，安尼来宣告讲：来啊，咱就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有赐的百姓，是伊手的羊。感谢主，咱要伫无同款的所在，同心通过诗歌来敬拜上帝。大家做伙。同心来学咯。这是邀请咱三角来祈祷。至高的上帝，感谢你，当阮无有气力的时，你无去杀阮，却时常用会当起造阮的方式，互阮知影家己的不足、欠缺，所以会当搁较侪来羡慕你。主啊！今仔日会使求你陪伴阮的心，互阮会当谦卑来仰望你的面，互阮更较羡慕来听你的声。愿主开阮的耳目，互阮知影你伫阮中间做工。感谢主，这时邀请咱三角来唱，你是我的上帝，是我的一切。
邀请咱每一个人为着咱的心，会当更较济来寻无主，来较无主的话语来祈祷，咱为着咱家己的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当阮烦恼伫黑暗的内面的时，你犹原和阮同在，讲你是阮的上帝，你愿意阮来做你的囝儿。主啊，求你今仔日，有即款大的怜悯，搁一摆临到阮的心中，互阮搁一摆目睭来互你拍开，看到你是和阮同在的上帝，你做阮的牧者，你做阮的主，感谢你，咱搁一摆来讲。主是阮的上帝。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我们永远把你所给的。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你的高原我不改变。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我们永远把你所给的。你是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一切，你的高原我不改变。你的高原亲爱的主，真侪时阵，阮家己无有生命的答案，毋过你伫阮的限制内面，永远你同在。愿阮因为知影你同在，就无有惊吓。感谢主，只是邀请咱三甲来吟圣诗612首。
听主上帝，愿要献上对你的感谢，因为你是全能主上帝，伫阮生命内面日日经历，你为着阮所做的事，是奇妙而伫七度的。愿而乐感谢你，更因为你极大无限的大疼痛，无时无刻临到阮身上，伫阮信心软弱的时，你甲阮同在，扶持阮；伫小信的时，坚固阮，勇壮阮。愿要而乐，愿要感谢你。今早起，阁是你为着阮所设立的安息之日，愿要用而乐感恩的心，谦卑亲近你，敬拜服侍你。阮也伫遮，要单单高举尊重而乐，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搁伫圣神的帮助，阮真正体会今早起的礼拜有你圣神的临在。互阮更加谦卑、坚定的心，甲敬畏你的心，经历主你的同在，各位祝福伫今早起两场的聚会，愿因为主恩典满满，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主上帝，这几日你赏赐雨水，伫台湾这个土地，阮相信主会紧紧除去抗旱欠水的问题。听阮告急的主上帝啊，阮谦卑恳求你怜悯眷顾台湾面对严重疫情的威胁，求怜悯主爱的天父，伸出圣的双手，保护阮大家有信心倚靠你，无摇拽。当阮面对这个疫情灾难的日子，你是阮所倚靠，你也是安置阮伫悬的所在，互阮所踏的地开阔，扶持阮的脚步，每月踏出，顺利经过这个疫情。为着你这款的大疼痛甲恩典，阮的心得到平安甲真正的交托。愿而乐感谢你。愿恭敬全台湾的平安，每一人交予你。特别伫第一线全体防疫的团队、医疗人员的家庭，仰望你，求主施恩眷顾保守，伫治疗中的每一个人，紧紧恢复健康。也使智慧和研发疫苗的医疗科学家团队，早一日成功完成这个疫苗。主上帝，你的话应允阮讲，敬畏你的人，你为着因所积蓄的恩惠，为着倚靠你的人，伫世间人的面前，你所行恩惠怎样遐大？佮独独倚靠耶和华的人，要有天父慈爱四面为依。阮相信，伫即摆疫情泛滥的时，阮所拄着一切，拢伫你的手。你的确为保护，救阮脱离一切的灾难甲困境。恳求主上帝怜悯阮，求怜悯阮，除去阮暗前的过失、隆重的罪，互阮伫耶稣的疼得到赦免，伫倚靠耶稣基督的保护，阮的心得到清气，阮的灵归向天父。内心的建造甲生命得到更新，只有天父是阮改变甲塑造者。阮也恳求天父监察阮的心思意念，除去阮内面一切的歹所行。天父，阮要完全倚靠你，需要你成做阮改变的源头甲开力。今仔日两场的礼拜，恭敬交伫你的手中，恳求帮助阮拍开心门，谦卑领受你的话，求你将你的话开拓，赏赐予阮，
互阮的心神搁再活起来。你的教是互阮的心欢喜，目睭光明，通伫日常生活中得胜，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阮也要做伙同心，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祈祷。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心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伫错阮入去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同心来领受上帝话。一早起的经节记载有2段，第一段历代志下卷第7章13到14节，第二段是彼得前书5章第8到第9节。咱做伙来领受。我若关目天，直到无落雨，也是命令，草莓食伊的土产。也是互瘟疫流行伫我的百姓中，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的。若家己谦卑祈祷，求见我的面，活转离开因的歹路，我要对天听因，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地。第二段彼得前书5章第8节到第9节，着谨慎，着警醒。因为恁的对敌魔鬼，亲像在吼会使，四界行在找通吞食人，着靠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伊。因为恁知，全世界的众兄弟姊妹，拢在经历相款的苦难。求主将伊的话刻条伫你我的心。煞接，咱要通过影像圣歌队带咱来学乐。Yeah.
要来敬拜上帝。愿主来接纳咱伫主面前的敬拜，无论伫礼拜堂，也是伫你的厝内，分别做圣，去做祭坛，互上帝恩典来甲咱同在。今早起，牧师要甲咱三个分享这个主题是好赛疫情，同心来守望。疫情真正亲像咱拄则所读的圣经节，亲像好赛同款。这个好赛疫情，咱唯一目前会当努力的，就是咱全民同心来守护。这个守护一面是咱主动伫遐来互相砥砺，第二是咱求上帝赏赐教育的疫苗，互咱大家拢得到这个抵抗力，得到防疫。但无想到讲咱这个疫情对这摆来得遮尔紧，而且到现在已经有第4礼拜，咱举行这个线顶的礼拜。圣经甲咱讲，咱魔鬼在搅扰咱，亲像好狮同款，遍地在找找遐会通加的人，听起来非常的恐怖。但是这个好狮，咱若是倚靠上帝，咱有主圣神的保护，咱就会当抵挡。不过今仔日，咱所面临到的是另外一种的好狮。这个好狮疫情，咱安怎看呢？咱知影讲，彼得前书5章第8节到第9节，在甲咱讲起，这个疫情对敌魔鬼亲像在吼的狮，四界在行，通敲吹，通吞食的人。但这吞食什么意思呢？是咧甲咱讲，咱若无这日，伊就甲咱吞下去。所以这段彼得前书5章8节到9节，在甲咱提醒讲，咱就是爱坚心坚定啦，信心坚定，而且来抗拒伊，爱警醒来戒备。而且这段经文好亲像在甲咱讲，今仔日咱全世界的写照。这个第9节安尼讲全世界兄弟姊妹拢在经历同款的苦难。兄弟姊妹，这个好狮属灵的顶面是魔鬼，是撒旦，但是伫咱现实的境界，这个新冠的疫情，这个肺炎，是真像无啥的好狮啦，无啥的好狮，而且在吞家人。有甚物款的情形呢？这个疫情亲像好狮，这个好狮无声无息，就是讲点点，你拢唔知。在好的狮大声叫，大家会惊会闪呢，唔通经过呢。但是这是无声无息的。这个好狮因为无声，所以你就无方便来提防。咱伫这边看见这个疫情的关系，真多讲伫要一半是家己的亲人来传染的。看会到的是咱至亲的亲人，但是看袂到的是迄个极歹无比的疫情。而且这个好狮看袂到，歹提防，所以就带来一款的惊吓。你面对的人，甚至你上亲的人，你拢想讲，到底伊今仔日有出去倒位无？我甲伊相接，也是对北部对别位来找我，到底伊是毋是有带着这个病毒？所以有真侪恐慌，咱去卖场，咱去菜市啊，咱去参加一个活动，哇，咱拢惊，因为毋知什么人有带来这个疫情伫咧。这个好狮更较恐怖是甚物呢？伊会无限的复制。咱亲像讲伫深山林内看到一只狮，咱甲伊赶走，也是甲伊掠起来，甚至用拍蜡来甲伊拍死，安尼就解决啦。也毋过，这个好狮伊会复制呢，而且是无限的复制，一个比两个，两个比4个，4个比6个，4个比8个，哇！复制甲互咱无法度去伫遐点选。这个好狮，搁较严重的是一再咧变种。
亲像孙悟空72变安尼变来变去，变来变去，连边伫中国的武汉，过来英国、南非，过来印度，哇，一位一位，伊的变种啊，就佫无共款的形体啊，咧攻击你，互你原来的方位无共款，挡袂掉。但是话，这毋但是即个疫情的特色，而且呢，即个疫情大大改变咱社会规范。即个规范是啥物呢？咱鼓励所有的兄弟拢爱居家隔离，但是伊佫鼓励你讲，愈亲的人啊，愈毋通亲近，安尼是毋是一个矛盾？人际关系本来是大家真好、真亲密，但是你若听伊，最好是莫相见。即便咱的中央疫情佫通知讲啊，即个5月节要到啊，端午节吼，尽量莫刷叮当啦。毋通转去探亲，安尼敢毋是讲叫咱愈疼伊，就愈莫甲伊见面吗？咱咧做生意，平常时是讲安尼，做人来甲咱交关吼，欢迎安尼何地光临安尼。毋过今仔日，咱有人大牌啊，讲人客请你毋通来。屏东恒春的所在大路。遐民宿讲啊，你毋通来，较忍耐，毋通来交关。咱平常时鼓励会友讲，你都要来聚会啦，毋通无守安休日啦，聚会毋通人啦。毋过今仔咱讲啊，你毋通来，你也鼓励你留伫家中。啊，咱较早鼓励人讲爱我就爱叮当，吼，爱佛教动。啊，今仔日煞变鼓励讲，你爱我就毋通乌白叮当，毋通乌白走。尽量关伫厝内。我看见伫个网络内底吼，有迄个梗图就讲啊咧，在讲笑亏啊嘛是讲，在讲起咱的心声就对啦。伊讲吼，今仔日咱是在家耍会救台湾。哇，你在厝吼，尽量拢莫做代志，莫出去哦，安尼就咧救台湾啊。啊嘛，网络内底有一个图讲，较早的老兵吼，在修剪。啊，问讲你是战争较惊，还是即摆的防疫较惊？伊讲当然，即摆的即个疫情较惊啦。因为较早我正修剪的时阵哦，拍书就投降就好啊，举白旗举手投降就好啊。啊，毋过即摆若去染着即个疫情呢，啊，讲敢若会当投胎，意思讲啊，就无命就对啦。而且即个疫情所带来一个气氛，吼，即个气氛是互咱心情真紧张。你看讲你伫厝内吼，你毋通掠说讲你情绪拢真平和哦。看到电视一个报讲，今仔日有几个人感染，有几个人过身，你心情无可能平静啦。所以心情会紧张，好亲像安静，啊，毋过心袂安静。甚至有个人因为紧张引起的一个叫做正义魔人，人无挂口罩，我就对头开始骂。啊，随便讲个猎物的意思咯，试过惊，啊惊就引起侪的代志安尼。啊，即条梗图就是咧讲这吼，讲吼，你对疫情会惊袂？讲我毋惊，啊，疫情会惊啦，啊，自然袂惊就对啦吼。当然下面我要引用一位非洲乌干达的总统，伊伫疫情的时阵的演说，伊讲的真正下伫咱今仔日所拄着面对的挑战，即个。非洲的乌干达的总统，我大想要讲是讲，即个乌干达伫咱后一辈兄弟对即个国家是感觉足歹印象的，因为较早讲有一个阿敏总统有无？即个做甲总统啊，讲咧食人肉呢。啊，迄款的古早即个国家是充满着罪恶，啊嘛充满着罪的迄个巫术，也是啥偶像就对了。但是进前。这个国家感染着遐尼多的艾滋病，啊，规个国家根本要灭族去啊！当地的教会开始兴起，讲咱若无伫主的面前悔改真侪痛悔求主转变，咱这个国家真正会灭去。对迄个时阵开始反转，啊，后来侪基督徒做政府官员，甚至总统拢是基督徒，啊，这个。乌干达的总统叫做卡古塔穆塞维尼，伊伫去年新冠疫情咧威胁即个乌干达即个国家的时阵，伊发表了一个演说。伊讲，若是防疫就是战争，
那安尼，咱的心态什么？你有准备好啊未？这个就是这个乌干达的总统吼。这个乌人的总统，伊较早是游击队出身的哦，也毋过现在变做这个国家非常重要的领导者。伊嘛是用上帝话在勉励伊的国民。伊讲的重点有几项，头一项，伊讲咱目前是咧所面对的战争是甚物款战争？伊用一般的战争来描述，但是伊讲即个战争是一场无情无庆忌的战争。即个是无人类才会平输的战争，这是一个无国界的战争。这个战争无有甚物款停火协定以色列甲巴勒斯坦因当几啊礼拜前发生飞弹射来射去。到尾大家感觉讲毋通阁安尼落去啊，讲好暂停就停起来。这个疫情是无要甲你停的，这个嘛无一间什物作战式的战争，嘛无一个叫做神圣地带。咱知影讲一般两边咧交战吼，到一个开端，咱无爱损伤伤济，讲好这个区是非战区，咱大家伫这个所在无开枪，无写烧钱，这拢无。但这款的战争是甚物呢？这个战争中的军队。对方的军队不留情的就对啦。这个病毒无有人性的，因为伊毋是人。伊讲病毒无分乌白就对啦，伊也无要尊重儿童，也无要尊重妇女，也无要尊重讲你遮是咧做礼拜的所在，是咧敬畏上帝的所在，拢无尊重。这个病毒的军队的战利品对战利品无甚物好感。讲我会当见到摕到石油，还是摕到任何遐丰富的战争的这个补充品拢无。伊嘛无要改变这个政权，伊嘛无关心讲这个国家内底有甚物迄个地下有矿藏，还是甚物挖矿拢无。这个病毒甚至对宗教、种族也是意识形态拢无兴趣。这个病毒伊的野心甲种族。优势无关系，毋是即个国家较文明就较无代志，即个国家较落后都有代志。美国是上先进的国家，煞是去年上严重的一个国家，史上上严重。但即个病毒唯一的目的是甚物？伊就是要收获死亡啊！只有甲整个世界变成尸横遍野的大赌场，伊才会满足。哇！讲咧到底，好亲像咱人类拢一无所有的感觉，一筹莫展就对啦。但是这个总统在鼓励这百姓，你看起来是无能为力是无？毋是啦，咱欢喜的好消息就是这个军队唯一的弱点，这个疫情的这个好势唯一的弱点，伊会当互咱拍败，只要咱集体行动。只要咱有纪律，咱会有互相宽容。集体行动有纪律，听这个命令，而且互相宽容，咱就会当拍赢伊。病毒面对什么伊会失败呢？停止社交，莫相吹。咱身躯彼此产生距离，伊就投降啊，因为伊拖袂过。病毒。伊伫保持个人卫生的证明，伊就无法哩啊。当你掌握家己的命运，骨力洗手，不厌其烦，伊就无可奈何。这个乌干达总统勉励大家讲，现在毋是咱流目屎的时阵，因为圣经有讲，人活的毋是单单靠食面啦。这句话甲咱甚物款的提示呢？讲爱咱遮的民众，服从遵循咱防疫当局的指示。如果咱莫去佚佗，咱就莫去；伊叫咱到厝内，咱就尽量伫厝内。大家听话，咱就会发现讲，伊个效果慢慢出来啊。讲毋望咱大家把这个 COVID-19 的这个曲线就是讲着确诊的曲线，甲压好平落来。讲请咱大家保持着耐心。请咱诚做兄弟互相守护，紧紧互咱恢复自由，
进出甲社会交往，这个日马上就要到。伊个勉励大家讲，伫这个紧急的状态中间，伫这个危险的情境中间，咱爱操练迫切性的互相服务，意思互相关怀、互相支持，愿上帝祝福咱大家。有人伫网络内底甲这篇文章、这篇演讲讲，这是对有 COVID-19 来国家的领袖发表上届安尼有力而且互人印象深刻的一篇演说。我把这篇演说印伫咱今日的周报，遐尼几位你有闲规条甲读互看嘛呢？我想对你有足大的帮助。伫这疫情来的时阵，真侪人用着较轻松的方式，用着无共款的方式来表达讲，咱要亲像即个总统甲咱教，讲咱要保持距离呢我就看到几张足趣味的图，迄是足出名的古早的名画就对啦。伊家做一点改造互咱感觉讲，有影，咱就安尼做就对啦。大声是咧讲，即个模仿古话的宣传的方式。即张图咱大家拢熟悉，这是耶稣甲11个学生做伙食饭，暗餐做伙晚餐的相，但是伊的遮个学生拢无伫边啊，耶稣阁挂口罩，是安那讲叫咱来保持社交距离就对啦。这是即张出名的图，挂着口罩，叫咱来挂口罩。即个讲准备到夜食物，毋通定定出去街仔路买，一摆到买1礼拜、2礼拜，是不甲准备好安尼。即个是拿破仑的像，毋过甲画做讲，请外送请这外送甲咱买，咱毋免去到店的所在，真有意思即张嘛出名的创世纪的图，伊讲叫咱上帝用一个酒精咧喷亚当就对啦讲手部爱清洁，爱保持清气。即个就是爱洗手用一个水道头底下叫咱洗手。即个嘛是讲戴口罩，保持距离。即个玛利亚的像双手穿着手镯伫保护。即个呢，摕一张信用卡，叫咱毋通用现金啦毋通现金找钱，拢会感染着。用轻松的方式，卡咱都爱细字，因为这是上基本、上规矩的办法，上简单的办法，毋过是上效果的办法。因为即位，只是牧师要邀请咱大家，这个疫情比后西较严重，但是咱爱同心来守望。新冠疫情的战争，这是一个咱叫做公共卫生的战争，甲性命的战争。有去感染着，就是有危险；无感染着，无代志。事实咱台湾看起来一日拢400-500，咱大家惊吓。但是比例来讲，还阁是对世界来讲，还阁是真少的。毋过你看，几百个人得着，咱全台湾的人拢都爱洗字，是安怎？有可能你任何的活动拢无代志啦，但是你都毋敢保证讲你会无代志。这就是安怎？这是一个公卫的战争。是生命战争，而且对咱基督徒来讲，更加是一个属灵的战争，是灵命的战争。因为咱看见最近开始发现到，咱讲的迄正义魔人也好，也是感染到的惊吓去拍护士、抬护士，也是逃走。哇！过来，咱是头前禁2礼拜大家趣味，感觉讲好奇。过来，若是4礼拜、8礼拜要安怎？开始，大家心情就无共款啊！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战争。咱若确实无倒来伫安静伫上帝面前，惊了咱大家人逐日咧听遐信息，拢会心肝艰苦。历代志，咱拄则读的经节，嘛真巧合去，互咱看见亲像今仔日的情形啦。所以这段经文原来伊的前后文是咧记载什么呢？是圣殿完成献堂的时阵，上帝所罗门王显现的宣告。意思是讲，这个圣殿起甲遐尼水，上帝伫所罗门王面前做宣告甲应允。但是，好亲像这个话，今仔日真巧合着咱这个时间。你甲看，上帝讲：我若关闭天，地到无落雨。
还是命令草莓食伊的土产，还是予瘟疫流行伫我的百姓中。你啊看，这三项吼，咱今仔日拄着2项呢。好佳在前2日开始有落雨，迄个水库浸1点仔水，无这实在是好亲像经济咧讲着咱今仔日的情景。但上帝有应允咱，应允咱什么？讲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的，用我的名呼叫上帝的名，若家己谦卑祈祷，求见我的面，我转离开因的歹路，离开因遐无好的行为。无好的行做，对大自然这种的侵害，人甲人中间无迄款歹的行为交陪。安尼讲，我要对天听因呐，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地。哇！咱若是称上帝的名、耶和华的名，家己谦卑祈祷，求见我的面，我转因离开因的路的歹路。我就要对天来听因，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地。主有应允咱，咱若是安尼做，主就要怜悯，主就要看顾。兄弟姊妹，这个疫情逼咱都要开始重新看讲人甲自然的关系。人甲这个大自然爱保持一个平衡的关系。你无去惹这疫情，疫情就袂惹你；这个瘟疫就袂惹你。咱拄着这款的征战的时阵，人面对着疫情、疫病的征战，咱激发着什么？事实毋是完全负面的啦。有一个牧师伊发一篇文章讲，感谢这边的疫情，听起来敢像足危险。事实就是讲，伊这款的伤害，有时对咱百姓、对咱遮的同胞是另外一种新的激励啦。咱来看到好的，毋通互迄个歹的拍倒。伊讲咱因为安尼，大家互相团结互助。第一时间来促成这个生物科技，这个疫苗的发展。咱这医学界人拢知影，一个疫苗要发展上无，若无5档以上是无可能的。不过去年发生的时阵，全世界的科学家关伫迄个实验室内底，赶紧去开发。事实是完全无法当第3期拢完整，就赶紧来使用啊呢。现在真侪国家因为注这疫苗，慢慢迄疫情就下降啊。人因为拄着这款遐尼大的对敌，亲像好势的对敌，所以咱就谦卑落来，互相用智慧、慈悲来互相关心，带来正面的突破甲成长。兄弟姊妹，咱伫这段时间，咱无去看到遐歹，但是好的搁较济啦。这个疫情来的时，互咱看见人性。兄弟姊妹，对去年到现今，咱看见咱台湾有遮尔优秀的医疗团队，但顾着第一线，咱有口罩国家队，互咱紧都有口罩通保护咱。咱而且伫这报章杂志内底有讲起着平民抗疫英雄啊，毋是干那第一线尔哦，伫咱社会有一阵欢喜帮助同胞的抗疫英雄。咱看见对。这个5月中开始宣布讲第3期的境界的时阵，咱看见真侪的遐大街路、遐闹热的人群拢消失去啊！因为大家人知影讲，我都爱照起工，这个疫情才会当止煞。咱个这几日听见着有国际疫苗咧，甲咱支援，这是几张图片，互咱去感受到迄款人类伫这个拄着遐尼威胁的中间，迄种人性的光辉就对啦。这张图是叫做上大的疼，就是出死入生的疼。这医疗团队，我有看见这几张医疗团队的相片，互人感真感动。伫迄炎热的天气内底，在检验在做检验。伫迄个医疗的迄个病房内底，遮尼多的机器伫迄个所在咧操作，真多的护士。穿着规丝的防疫装，规身躯拢澹澹澹，因为内面袂通风，规身躯拢澹澹澹，我着搁喷酒精来消毒。当迄个防疫的衫一个脱来，规身躯比咧运动员拍球搁较澹。这个护士已经忝甲挡袂牢，摕伫边啊，凊彩涂骹，有涂骹，厝树就困啊。最近一篇报道，佮咧报讲，
平民抗疫的影响，咱知影即边的疫情大爆发是对即个艋舺开始的，但是伫即个所在呢，有迄个里长，啊，佫有人甲称呼做丐帮的帮主哦，侵入到艋舺的内面，因为全台湾上侪低收入户的，就是伫遮，所以遮若毋是游民多，啊无就是单独的一户，啊无人关心的。但是呢，伫即个疫情一个封锁了后呢，伊讲遮个人有可能无互病毒来害死，是枵死的。所以咱想着讲，原来台北市长吼，伊讲3个月吼会枵死，应该是咧讲遮啦。因为一般的人食物应该是拢无检测到啊。但是这个平民抗疫的影响，伊是一个人叫做安尼上大的里长啊，叫做彭浩生，啊，佫一个张献忠，啊，这是遮个相片。因安怎？而且紧急一个发生，遮个艰苦人袂当出去外面买物件，因就开始去征募几啊千份的遮个食物，啊，伫遐送物件去互遮个独居老人，因为因家己无照顾家己的能力啦，啊，所以发动一大堆的遮个志工啊来款遮个物件，为着要帮助遮个艰苦人。所以今日咱看见讲遐尼多的疫情对遐起，咱毋通一个就先攻击，是知影讲即阵人因实际上有伊软弱的所在，因无法度通好家己自理就对啦。啊，所以因就伫街路啊送互遮个物件，互遮个人，互因袂死过走就对吼。啊，咱嘛看见讲，伫顶2日日本送咱疫苗吼，早起听讲有美国的议员来台湾，嘛宣布讲要增产咱几啊10万的即个疫苗要互咱。当咱台湾拄着困难的时阵，人就甲咱帮忙，毋是讲咱比人较可怜、较伟大啦，是因为咱旧年咱疫情啊无来的时阵，咱试过去帮助别人，啊，这是一个疼的交陪啦。最后，牧师要甲咱三甲学习的，就是讲，伫这个情形中面，疫情互咱有什款的学习的功课。啊，这是我对一寡图片所看见，即几项感觉真有意思，咱大家来三甲学习啦。疫情教咱的7项事，头一项，咱是一个脆弱的人，咱是真软弱的人，所以咱即个疫情一个扩散，咱无有一个人讲变较高，连总统、连遮的大官拢会惊。遮医护人员虽然有遮尔多常识，伊嘛是会惊。第二，咱来接受无完美啦。因为无有一个对策是完美的。咱的中央的防疫的官员，去年互大家学落甲，今年煞互大家嫌甲。啊，这哪有一个人有法度通完美？制定遐尼好的政策，会当完全拢无漏交的。第三，咱伫即个疫情的内面，学习就爱甲人合作，放下自我，毋通阁坚持家己的意见，大家团结。第四项。咱的人生对物质重新来做反省，咱来思考需要甲想要爱有甚物差别？咱现在限缩伫咱家己的家内，原来一寡娱乐，原来一寡开销，应该即阵拢无需要啊咧。你敢若会当食有营养就好啊。所以需要甲想要爱，爱开始去分辨啦。顶日看到一个新闻嘛，感觉即个社会真正，互人感觉讲无共款的思考啦。听讲吼，英国的迄个劳斯莱斯吼，迄个订单吼，比平常时加1倍。意思讲，即种世界上出名的即汽车，一只拢几千万、几亿的吼，讲足侪人咧买。啊，遐好野人讲哦，哎哟，这性命无定着吼，无赶紧开来买来开吼，啊，实在是。遐钱拢加开，所以各人开始咧想，即个物质到底对咱什么意义？第五，咱就是要重新来安排咱的优先次序啦。有一寡活动，有一寡物件，较早咱感觉讲足需要，但即阵受限制，你无嘛不要紧，要安怎减法思考，做出一款的选择。第六，伊咧鼓励咱爱重新回归家庭啦。咱现在居家防疫，咱甲家内的人相处的时间，佫若飞起来。
咱甲咱的囡仔吼，哇斗阵，啊要安怎忍耐着伊安尼摇把叉安尼，吼，迄实在是足大的耐心呢。但是你有想到无？这是你修补家庭关系上好的机会。要安怎重新起造家庭这段互相相听？啊，这拢是一个学习啦。最后是讲信仰的变通的展现。咱即个信仰的群体，咱袂当组织一大堆人，几啊百人做伙，但是咱的小组的牧养互动搁较精进。咱强调祈祷的重要，咱生命爱面对上帝对焦。啊，无搁伫遐敲吹有诶无诶，兄弟姊妹，咱互相伫互动中间会当搁较亲密，咱较侪体谅，避免论断，用疼心来彼此理解，彼此来支持，这拢是咱要相甲学习诶。兄弟姊妹，咱要伫音乐诶中间，咱要开始为着几项事来代祷。啊，咱也望讲，咱照周报哦，也是咱的听书内底有几项讨论的事，无论你家庭大家有时间做伙来分享嘛，真好吼。也是讲，咱伫周报内底有这分享的，会当通过你甲小组来分享。最后，牧师要招咱大家用这个祈祷吼，啊，牧师照着音幕内底的顺序，带咱做伙来祈祷。主阮的上帝，即时阮知影台湾面临着真严峻的疫情。主啊，阮犹原恳求你，互台湾的百姓经过3礼拜的居家的防疫的中间，阮的心是毋是会当继续真平静，继续安稳？因为阮拄着侪的挑战是从来未有的。阮的礼拜堂关起来，袂当做礼拜。阮侪的活动、社交活动、生理的活动暂停去。总是主啊，阮若无成损失，阮若无成减少，阮就袂当增加。所以，阮求你，互阮全百姓同心团结来防疫。主啊，求你也帮助，经过阮的国家的努力，也是国际的帮助，或者疫苗会当供给充足，互阮紧紧通过疫苗来控制，互阮无阁受到感染，互疫情早日来解除。主啊，我要为着伫防疫的第一线艰苦、辛苦面对着感染风险的全体医护人员来祈祷，也为着这要救助的警察、消防队、遐地方的这官员、各单位来祈祷，求你赏赐因智慧，赏赐因体力甲健康，会当保护全体的民众平安度过这个疫情的危机。特别上帝，阮为着阮教会所有兄弟姊妹，大家伫厝内会当平安顺心，外出无论买物件、办事的时阵，拢有主你赏赐的平安，身心灵拢健康，有信心来做交托。主啊，阮侪会友在工作，求你也帮助因出入顺利，工作顺利，学生读册，学习无受影响。阮的老大人、长辈有平安甲健康。主啊，我也为着特别伫疫情3级警戒下面，有真侪兄弟做生意，伊做服务业，也是生产、牧业，或者事业的兄弟，受到真大影响。有的收入减少，有的爱了钱。上帝啊，阮求你怜悯，赐落智慧、甲耐心，赐落气力，保守因紧紧来度过这个难关。亲爱的主，阮的上帝。伫这线顶的礼拜，检在无想伫现场遐尼直接，总是阮知，主你看重阮的内心，主你应允，阮若是有2、3个人同心组织，你就要中间，就要阮中间，你要听阮恳求的声。愿主圣神甲阮同在，伫你的面前谦卑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信息分享了后，牧师做几项简单的报告。啊，咱犹原亲像顶几礼拜牧师甲咱分享的，你厝内咱会当用到简单的茶啊，也是一块容器吼，一个客啊嘛好。啊，咱缀咱的奉献，咱等下要做奉献的祈祷。牧师有几项的事啊来做报告吼。有的顶礼拜已经报告了，我就跳过吼。头一个
鼓励咱各小组、各团契，也是兄弟姊妹2、3个人，你互相联络，就会当彼此带导。若讲遍地起做这段，彼此关心，咱会当2、3个做 RPG 的祈祷。第二，咱会记得拜5中昼，咱有空中祈祷会，咱伫7点50透过网络，咱参加富强教会恩典时刻的祈祷会，由牧者轮流来主持。第三，咱嘛有讲到组织的奉献，牧师就无搁重复。有关各方面的奉献方式，咱大家看周报就有哈。有一个新的报告就是第4项，咱小会公告，因为咱进前要定伫8月初8举行45周年的庆典，小会顶礼拜有开网络的会议，想讲这时间咱袂按算日，若真正办，惊有的会友心无平安，所以咱决定要延期就对啦吼。什么时阵会当疫情好势，咱才来开始公布，会当伫年内来举办上好，真正袂当要留这庆祝机会足多啦吼，无一定明年才来庆祝嘛，不要紧安尼。搁一项邀请，兄弟姊妹，咱这个疫情吼，讲要到14号，但是听起来可能无通遐尼紧哦吼，大家要有备办心。鼓励兄弟呢，伫这段时间，你既然时间坐起来无有啥物外在的才会出外，咱会当举行家庭祭坛，咱全家用一个时间。用着诗歌、读圣经、生活分享，彼此带导，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就像咱较早讲家庭礼拜同款，咱有一个时段来引带大家来吟修圣诗、读大圣经，也是读启用文拢会使吼。大家做伙祈祷，我想对你的家庭有足大的帮助。第二，咱嘛鼓励兄弟，咱前几档咧推动这个抄写圣经，这个时间上拄好，咱当。用着咱较早诗篇也是箴言来抄，因为这像咧读像咧祈祷安尼。若无你会当抄了会当抄别种的经卷，像创世纪嘛会使也是抄迄个新约的批信拢会使。你若要用着这个纸较笔，会当来甲教会联络最后，犹原佫鼓励咱大家读全本的圣经。咱有这个计划，有咧招咱读用1年、2年啊3年来读圣经，欢迎咱教会讨这个读经表，犹原请咱大家继续互相关怀，小组的关怀、团契的关怀、老辈兄弟姊妹的关怀。咱嘛注重咱家己心灵的健康，有一个好的规律的生活操练甲上帝的交陪。咱若要祝贺，今日袂当伫现场庆祝，咱要祝福今仔日6月份的寿星生日快乐，上帝祝福满满。咱家己伫厝内家己互相唱生日快乐歌啦最后一项，佫是一个小小的报告因为咱即马袂当实体的礼拜，所以咱周报敢若印80份尔，实体的报纸咱拢会当伫网络看到这个电子的周报。总是有的兄弟有惯势留啦也是爱读纸本的。你若有需要，会当周间敲通电话，甲咱的这办公室登记，讲我要留1份，我要留2份，咱甲你留起来。看偌济人需要，咱以后就唔通印遐侪份，安尼较袂无彩用爱甲咱做报告这个时阵呢，咱要请谢牧师来带咱来做奉献的感谢，甲做结束。请咱做伙起立来念奉献的诗。请坐，这是咱做伙来读这个月的金句，记载伫马太福音书第18章的20节。咱做伙一遍起，因为有2个还是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伫因中间。
马太福音18 18章章20节。 搁一遍，请。因为有两个也是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伫因中间。马太福音18章20节。咱做伙来吟上营，学乐上帝至权至尊。咱上营吟诗选，请牧师祝祷。咱三个人领受对上帝来的恩典甲祝福，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他、圣神的扶持、帮赞相通，甲所有的兄弟姊妹三国同在，也甲阮全台湾的百姓，伫疫情的中间，享受着平安，享受着信心甲快乐，对打到永世代无煞。阿免。弟兄姊妹，咱大家来请坐默祷来避讳，也咱聚会煞，大家彼此交陪，彼此请安，大家互相分享，愿主赐福咱大家。